那就是觉悟。我对的，咱们现在上级工作呀，晒的，俺们这个收入的了呀，上级的土的用的也嘛些了，全部的给拿过来用，你都上晒进的，俺这他国的经济工作给过掉晒到不来是。自己空的时候自己有佛堂也好，这样的呢，再慢慢的好好的坐下来，就是观想释迦牟尼佛在你的面前，那释迦牟尼佛的义的功德，在旁边有经书、大藏经啊，这些都是是义的功德，在还有就是很多菩萨绕着甚至绕着就是佛法僧就是这样观想来念，但是这个嘛，就是这边口头看那么说了呀，土在我前面过的嘛，细节，把他那说个句了吧，我唱出之后说就把你就有什么就是观想的时候，观想佛也不体性是自己的上师，表现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他们就是非常欢喜的加持你，非常欢喜的就是带领你佛的道路，这样观想来消除所有我过去我所做的恶身口意的障碍都要消除，这样观想来。你说个句了，上级工作、全工作、地理工作了呀，台吧，这就是康复度就是什么呀，接触的是。再把自己的这个信心越来越提高起来，就是佛的就是信心越来越提高坚定，在法身就是这样提高的话，这样来念。工作那么就突出了有的你个年纪的了呀，早就到不是，马上就觉了有的你个台湾阿朗到不就不要的是。为什么说自己的这个信心要提高呢？在佛的加持大慈大悲的功德就是钩一样的，铁钩一样的，自己的这个信心就是圈，在圈里面这个有了钩以后就是拉走的嘛，一样的，自己要真的要正法上是正确的方向来带的时候，你的信仰和佛的慈悲两个就是融在一起，在你带着你这个正道上去的。你就切不就从那，俺那工作上叫我谁的，没叫我谁的，就没谁不去。这两个一融起来的时候，自己的信心足够，就是佛法上的这个大慈大悲永远不会退的嘛。所以就是融在一起了好，以后就是佛帮不得你，佛加持不得你，就是不可能的。你就讲那么讲，可能咱现在从嘛，大理样子，也不是有我嘛的，那边那么就拉讲呢，有的吧就是说看都这都有了，你演那么你工作了上头，我嘛熟悉的都是吧，然后今年咱们那么下的，咱们那么下的，那么什么呢要的，那么拉讲呢要的，都是嘛说有老的，你看出就是而且的，嘛现在理解那么一来，跟你去。你说是对现在写不起来，早的台湾讲都是改了，工作个原来讲都是而且没些大问题的。就是前几天我们没有讲到这个这个佛法的功德实际上在佛法的功德在菩提道德管理里面也讲得很细，也掌中解脱里面讲得很细，就是自己多学一学，不懂的是给谁讲座也好，我也好，在哪个方面方便就是直接去问，这样的话自己的学习越来越轻松嘛，就是越明白了以后，你的信心就是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广大。那这样一来的话你主要的目的就是慢慢的达到的。马上说，对面到我们这边的小推背确定。